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倩，我是小林。然后我们刚刚从库车王府过来，后面来到了库车大寺，看一下这个，还挺洋气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走。库车大寺坐落在新疆库车县城黑墩巴扎最高处，是新疆境内仅次于喀什艾提嘎清真寺的第二大寺。大寺门楼高18.3米，全部青砖砌成，高耸的门楼与宣礼塔庄严挺拔，塔柱雕以伊斯兰风格图案，窟窿式楼顶，形似天宇。从王府出来后，直接开车到了库车大寺的门口。远远望去，大门紧闭，环顾四周，一个游客也没有。我担心今天是不是没开门。问一下，去看一下，这个门是关着的，不知道。我用扫码，扫码。看一下，还有小孩的衣服。应该吧。它这是个小门，大门锁起来了。对，但是这个房子你们看一下，感觉特别的有年代感。我要在新疆的第二大清真寺上面扒了一个东西下来。其实没有，我就想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门，看，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在搞破坏。院内不是很大，左手边是个礼拜大殿，右手边是一间仓库。仓库貌似已经废弃许久，门都没锁，里面堆积着各种旧杂物，满是灰尘。从废弃的仓库走出来，中间有个小广场，广场边种植了许多桑树。由于来的时候是秋天，桑树没有结果，几只小鸡在进食玩耍，但它们仿佛被我吓到，拼命地往前跑。这个就是走进砖木结构的礼拜大殿，具有伊斯兰风格的木质门窗在时间长河里渐渐褪去了本身的韵味，此时更彰显出这座清真大寺的历史厚重。步入大殿内，里面纵横8行的64根60形大柱是以彩雕绘画支撑起由102块方格画图案组成的天花板，华丽壮观却又令人倍感庄严肃穆。基本上每个柱子都已经掉漆了，对，已经残缺了。这里是大殿的后殿，只有一堵上面印满花纹的围墙，好像在诉说着什么。好啦，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其实因为年久失修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。喜欢小林小倩的点个赞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